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喜类嘅节目吼。大家有发现冇吼？因开始嘅天脑嘅发展越来越多嘅，所以大家是动少下死咧。你下手机非常嘅方便咧，哇！大家很好少下死，係講記嘛嘅事情啊，特別係記到嘅鋪地圖，你下是直接記到手機地圖。不過基本上大家都了解吼，雖然講科技越來越發達，不過咧。你還係要你嘅手工書，吼，不大家慢慢去寫去記事情，你還係冇向嘅問題哦。今日類似係苗栗嘅一間店，苗栗嘅醬色咪挑家叫做小家己嘅手工書，大家都分享其實係類似苗栗嘅秀英花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邱英花，東歡喜來到呀！耶，分享，係苗栗人錯冇？係，然後苗栗。台嘅，然後現在還是住在苗栗錯嘛？對，然後爸爸媽媽係苗栗嘅客家人，安陽人。對，你看我們這個英華是一個店的老闆啊，調價這樣講，然後有很多課程，可是就是基本來都壓係貼100來都負起來嘞，還是有一點點害羞的，對不對？不用輕鬆。剛剛壓好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同泰高的朋友就會講，現在大家都好少寫字了，有發現嗎？然後你客人應該去你店裡的客人，如果真的要做這些所謂的手工書，也是有需求，對不對？你有沒有什麼觀察，就會覺得說，哇，其實寫字對你來說還是蠻重要的，這樣。其實有蠻多種類型的客人，就是有些還真的很認真在寫的，所以他會跟你說我要怎麼樣子的筆記本，我的格線要怎麼樣子，我的要封面要硬殼的，還是要什麼樣子去滿足他的需求。懂，你知道這表示什麼嗎？要表示大概就是說，因為他已經在別的地方找不到他的需求，所以變成好像要去到你的店裡客製化，按用給港狗嘛。我們先簡單講一下，這都是你帶來的你自己的手作的作品，為什麼你會開始做手工書？因為開始做按用給一件事情。一開始就是找不到一本完美的筆記本，然後去記錄我的一些事情。對，你去書店都找不到。對，就開始研究，才發現原來世界上有數十種編織書的方法。然後你就。然後呢？從此深陷其中。所以就是你想要替自己做就對了。對，那時候就是想。等一下，你在替自己做之前，你有做過嗎？沒有你就真的是因為想要筆記東西，然後想說為什麼我去逛書店就猛一個東西，估說你就想愛去甲做按用你哦。對。就這樣開始了。從小就很愛寫筆記。對，只是。一直都沒有用到最順手，才開始想要自己做。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以前那個念書的時候，就是規定都要抄筆記。那時候筆記本買筆記本對 Annie 來講真係輕鬆優。對，你要買到自己喜歡的厚度，然後打開裡面的這個設計的格線。對，比如說你可能上歷史課要抄的是歷史，你上中文課要抄的是中文，你上英文、數學就不同的筆記，你還會分類，什麼課是什麼顏色，什麼課是什麼顏色。後來到現在真的都沒有，因為現在泰嘎松口嘅時間就帶一台天腦，有沒有？就是 notebook，然後就哇很帥氣，有沒有？自己那邊打字就真的沒有了。所以後來再去店裡買那個筆記本的時候就很不容易挑。除非是進口的，就是亞洲國家一些進口的，你還可以有，所以這就是你做手工書的契機，黑嗎？對。那你在現場有這麼多的作品，我們要不要來介紹一下？我們先從那邊開始好了。那個是藍染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像我們就是我是念聯大工業設計系，對，然後我們學姐就是在設計一些藍染的製法，對，就是把工具做一些變化。然後那時候你這借我看一下，對，好做這樣子。OK， 所以這就是你說的，因為這表面這個是一個布，對，那它都是獨一無二的染出來的，所以圖案都沒用，對，這是藍染的特色。好，這個我看到上面有寫2018、2019，然後所以這裡面也都會是不一樣的。OK， 這就是，哇，這就是你看，這就是裡面每個，就是你可以設計成這樣的一個內頁，對不對？這就是其中一個作品。對，然後你那個也是，對，然後那時候就是活動的簽冊。就譬如說大學生辦活動，對，然後呢，大家就可以去簽名，對，你可以再幫我翻一下第2頁嗎？對，後面大家留言。
OK， 所以这就是蓝染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你还有带来的是像是废皮革是吗？对，我们就是有非常多种的封面材质，像这个是圣诞书的造型，好好看哦。对，这是我另外一个学姐，她是专门处理废材，就是剩下的像沙发皮革才剩下的边角料。对。然后它其实虽然剩下小小的，但是我可以做成这样的小书。对，而且它其实是很好的皮革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做成小书。借我偷偷摸一下，哇哦，这个好有质感哦。哇，所以你的圣诞树就是这里。对，它的珠珠是可以滑动的。哦，这可以滑动。对，你滑滑看。哇，这个好，所以我还可以，哇，这个很酷哎，就会跟我有个圣诞树可以切卡州。然后呢，好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小东西。然后你可以打开，对，你看它声音还有打开的声音。然后呢，它就是一本书籍，然后它就是一个笔记本，对。然后这个其实好轻哎。对，它很轻，所以你就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带这个出去，然后你就可以随时，黑公你喜欢下嘛个东西，还记录嘛个心情故事，你就下到来，然后它轻巧啊，你就可以带着，然后呢很浪漫，有没有？因为黑公你去到巴黎，有没有？法国的巴黎，然后你是嘎比给时间就同样本 CC 给数这样有没有？哇，很浪漫，拿出来，然后就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做笔记本这样子，也可以当几张册。哦，去到哪盖到哪。好，你看哦，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作品，现在还有很特别，青 T P 就会压，因为我爱看到给黑茶寿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是外婆做的。对，听说外婆现在已经算是你们那个地区剩下唯一一个还会做茶寿的，怎么办？好紧张哦！你赶快把茶寿学起来。有，我们现在就是有把它结合，让更多人可以轻松体验，所以做成合感书。OK， 合感书就是前面这个。好，那前面这个合感书其实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它重点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书扣的部分。哦，所以书扣可以自己做。对，就是书扣它就是做茶寿的起头。对，然后让你很快的可以完成一个小作品。因为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茶寿，要至少2-3天，所以这么快，按下。对，就是你要做到茶寿，就是至少要住在那里了。OK。但是我们做笔记本的话，我们做那个书扣1个小时，然后再做书的话，我们的书的书背的地方也是用合杆。就是我知道稻杆，我知道，就是同泰卡的供就会供书这里，对不对？也是就是毛杆呐，就会你毛杆这里也是，然后这个整个扣子也是，对，然后就哇哦，这个真的很手工，我不敢乱摸他应该不会绳子拉开来，他应该不会我摸好，绳子左右拉开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往上掀起来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书就打开了，书就打开了。这种书谁舍得用？请问一下，对，你看它就有笔记可以写，对，然后要关起来的话也是很浪漫，先套回去，对吗？然后套回去之后呢，拉起来，对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拍 C 就拉起来。对，好，这个是合感书，对，你看这是作品哦。不过因为今年黑2023冲嘛，对你还有出年历，对，那我今年这里，对，明年是龙年，所以我取的苗栗的棒龙当做主题，在这里，对，这就是明年已经这个是先已经做完一册，对吗？你这会再做，然后会卖吗？会，我会卖。哈哈，对，我每年都会有。大家有发现几个巧思吗？有冇？大家看一下2024，所以你一定要2本一起买，你不能只买1本，你总得买1本，总得。因为记得比如下你让你洗，有没有？你让你洗。所以如果你只买了1本，就只有22，或是你只买了这一本，就只有04。对，然后它的图案是你刚刚说，特别是冰柳，对，然后这是主题是什么？守护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这个书壳很硬呢，
我们有做这个是硬壳的，就是如果你喜欢随身带着写的话，你就不会找不到东西垫着。对，好贴心哦。对，封面已经够强够硬。是。然后请问你这里面的页数的分配是怎么样？就是1天1页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上下册。你都想好了？对，因为如果所以这样加起来365页。对。真的，这真的是很多巧思这样加起来360，然后1天1页。对，那多写怎么办？也是，我前面有预留一些，就是前面是阅历的部分，然后后面是就是我跟他樱花很可爱哈，我故意问他说那多写吗？我前面有预留一些，所以这就是2024的，对，所以等于是你每一年都会出一套这样的日志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你看哦，泰卡就会发现哦，就真的是针对某 KOK 需求，做某 KOK 客制化的东西，还有动豆改产品，然后动豆改故事，走在大家的分享，大家是聊哈，你等下怎么讲？听到大家的小概念，填充运动都改修工术吼，我必须讲啦，就是说，其实，我觉得写字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，对。然后你在写字的时候，你其实可以沉淀思绪，因为你可以重新思考很多事。然后每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方式不一样。某可能改细节，因为讲有一本书，以在谱儿，你就是做在记下动作改事情，还有，莫讲记嘛改性情故事，动作改妈妈还讲去时从卖菜有冇买菜有没有？回来要记账啊，真的有。我记得以前台港地有英雄嘛，会发一种东西，我不晓得印花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下面有一个塑胶壳，然后你可以每天翻，然后旁边有一支笔。就是好像什么汽车公司或是中小企业发的该种一本东西，就是像日志的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旁边就会放一支笔，有一个笔钩，然后笔那所以就写这样。你看就知道以前其实大家很需要按钮改共体，可是真的是因为大家开始不写字了，然后又手机嘞，所以才开始动少去容。所以给我们带了按钮改修公数，其实就代表说，你看因为公国的时间有问题，我们2块9嘞，结果5年嘞，我说5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5年改惯嘿，就代表其实还是有市场需求。对，那当然就是市场需求，除了就是因为为了青豆一家几干完美的笔记本之外，当然就开始有不同的一些乐趣，比如有一些是功能会落差很大这样。那我到现在还是每一年都会上网去订购我自己需要的笔记本。对，那收听节目还没有共同年制，我要在这边讲一下。我没有要得罪任何人，可是我要讲一下，就是大概同年代的时间还没有受到某种改公司给来的年制。你知道就是翻有什么周一到周日什么的，然后有时候很厚。非常重，很重，我就想说，我也没有办法放到包包。然后你打开来，然后就会有非常豆改图，有一半都是那个公司的图。你知道类似那一种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哇，我很高兴走在秀斗2个，我可能不会用，因为太重了，有一半都图，所以你有时候会需要里面的东西是你自己需求的，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手工书就会很受欢迎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公斗2片呢 ，A D 是在了解，你走的安豆，为什么准备你会想要成立品牌？那时候是大学和2个朋友一起成立了个未知梦工坊。还未知的梦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说来试试看。我是做客制化手工书，对，然后结果到大3、大4的时候，我是大2成立的，大3、大4开始忙毕业专题，然后就没有空更新，就是粉专直接零更新，但是还是会一直有人要订客制化手工书，有为就是可能情侣的，或是朋友的，就是送礼。或是家人之间也有原住民，然后送给姐姐，她用他们的族语写她的名字，这样子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送礼的需求，对。所以我就后来到毕业最后，定制最后一本定制的书，它是一个女生要做一本书送给在日本对抗癌症的一个妹妹。对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那个妹妹的故事，然后让我觉得我的书很有力量，
就是它是一个人的心灵寄托，所以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之后也要全职做手工书。对，就在未知梦工坊最后一篇发文，就是说我找到我以后要做的梦了，就是我要继续做手工书，然后现在成立了品牌来本册子。对，所以你那时候说，你想要找到一个你自己属于你自己完美的那个手工书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大学的时候。对。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，就正式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有讲到很多的故事，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做点，等一下还可以做点讨论。我先想问一下，就是因为你刚刚说，比如说像你刚刚举到一个客人陪妹妹抗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听起来你讲的该手工书是算是客制化的服务，对，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书？就是我们的书啊，它是可以有。主要3个结构，对，就是书好漂亮这本书，然后书背就是背脊装订的地方，对，然后跟里面的内页，对，然后这3个地方都可以客制化，像我们的封面就可以做这是布的，然后也可以做木板，可以做纸的，可以做皮革，对，然后其实也可以做亚克力，然后等一下也可以看到泡棉精装这样子。各式各样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布面，然后裸背。对，这个是书背的地方，像这个是裸背的，因为它可以看到内页。对，可以看到内页。然后你是用线去缝。对，用线去缝。所以你就是一针一线都自己缝。对。哇哦。然后像这个就是封背的，就是把背封起来，但是看得到线。OK， 所以封背也有分很多种嘛，就是像这是看到线的，对，也有看不到线的吧？也有看不到线的，看不到线的。OK， 那你现在拿在手上这3本书，请问尺寸呢？你看谁讲，就是这个尺寸看起来，它的尺寸看起来很好看，但是你这个长宽高是怎么决定？比如说是最适合人携带，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是 A6 尺寸。就是它是常规 A4 纸对折再对折。对 ，OK， 我就是让那个材料不会有太多的浪费，所以我喜欢做公规，就是 A4、A5、A6。对，了解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讲的这就是不同的工法。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就会针对这些不同需求的工法，就等于是帮客人客制化服务。对，假如你要做相册，那我就会推荐你做就是封背的书，因为你如果喜欢贴东西嘛，那如果你这个有背，然后我可以帮你做预留厚度，你就贴满就不会爆开。对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给客人建议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客人，那什么样的是适合做裸背？裸背的话，就是你喜欢摊平书写的话，裸背是可以摊最平，甚至360度都没问题。那我要裸背，我喜欢摊平。对。因为我只要拿到这种笔记本，我都很怕它会掉页，就是我很怕我翻一翻之后它就会掉下一页。像这样用缝的就不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皮革蜡线，所以它非常的坚韧。是，那到底为什么我买的那个会掉页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总买会等下来，为什么？你知道那一种好像用粘的，对，胶粘、胶装。对，就不能胶装，就要缝，那比较贵而已。是讲到重点 ，OK， 所以这就是客制化的服务，丑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可以这样选，然后颜色也可以选吗？对，颜色都可以选。然后比如说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说，我要裸背，然后我要皮革，然后我要 A6，然后怎么样？颜色红色这样。对，然后多少页？多少页？要不要印格式？要不要印格式？就里面是要空白的，还是线条的？对，好棒哦！我是不好意思在这边问价钱，我好想问，然后直接说还想给多少钱？好，而且听说你们还有体验课程，嘿吗？对，听阳改口腔。那课程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有就是开发像亲子的，可以做浮水画，然后再缝成小册子。浮水画，对 ，OK， 然后也可以做，就是比较进阶一点，就是做到相册，
就可以情侣或是好朋友一起来。这里是不是有一个？对，像这个冲绳这个，对，这是真正的吗？还是你只是拿来给我们看？还是真的某个客人？这是我自己毕业旅行。哦，你是做大学吗？对，去冲绳。呵呵，所以这是你自己做的，就是相片册。对对，然后打开会放相片。对，我们现在相片都放手机，好不好？随便都5000张，对不对？不小心手机。别，怎么办？可是怎么办？我真的觉得很回味，好不好？就是，我讲真的，猫手机之前，问一下大家，是不是都要去书店买那个一本一本的相片册？对，然后回来，然后相片你以谁相片狗好，因为你是拿底片以谁相片谁狗好，你带走那里之间，你还要做归类，对，然后就有很多本，然后那时候家里的那个书柜打开就是这么高。一本，然后对，然后台大熊口那时候还有很多小朋友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裸体去坐在一个藤椅上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影小猫，就是一张小朋友，然后裸体坐在藤椅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后面铺浴巾，然后就会拍很多那种黑白的。就每次还有我们现在看连续剧，还是会有那种照片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到相片全部表的手机地图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相册。我觉得看手机跟你这样翻相册感觉还是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算复古。对不对？对，做两狗好，这也算是一种体验课，所以你可以去做这个。对，那你刚刚说什么情侣体验课程？就是我本来设计想象是情侣一起来，就一人做一本互相记录嘛。然后就我做我的，对，然后你走你耶，然后我里面放什么？就是互相记录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再干嘛？然后一起带回家。对。结果来的常常都是一个男生。对，为了要做礼物书送给女朋友，有这种人？对，而且好几次。真的吗？对，是做这种尺寸吗？对，就是做这个尺寸。对，因为他们就是想说，我自己一个人做，他应该不会带相片来吧？应该是回去自己放相片。对，只有封面的照片是帮他印钞的。哇哦。对。然后都是男生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后来终于来了一对情侣。我就说你们是第一对，是真的是情侣一起来。他们留在那边做要花多久时间？大概2个小时，快一点的可以1.5小时就完成。是，哇！所以台家是不是地讲哇，手工书可以比台家熊很好有意思啊，还有嘛个故事聊下，你等下常常在讲。到半夜就在绕墙到那边来小街来吃苗栗的手工书。我觉得手工书现在虽然说很少用，但是还是很受欢迎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一般的数量卖不到，就会去到你那里定制。我们上段节目有讲到相册的这个制作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情侣很多改片，然后终于有一对情侣。请问那是你目前经营到现在唯一的一对吗？对，你印象深刻，里面还没有什么很特别故事的客制化的故事？有一个妈妈，然后她要去记录她女儿是剪纸天才。OK， 对，就她女儿很会剪纸，对，所以她就要做一本书去把她剪纸的作品收藏起来。对，然后我还有帮她就是做成网版。什么意思？网版就是可以做捐印，就比如说像这个就是网版印刷，就是它可以把它的图片直接印在布上。你现在摸的这个粉红色是布对吧？对，然后这个字是做了一个网版 ，OK， 然后可以去印刷上去，它就可以一直复制，一直印刷好几本。所以呢，它里面，但是它剪纸的部分还是在里面吧？对，就他想要在封面上也可以呈现他的剪纸的作品，然后是用印刷的方式去印，然后让它可以做成很多本，然后里面就是收集原稿。OK， 就把剪纸贴进去。对，哇哦，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哎。对，轻庸型就是，但剪纸也是一个蛮传统的工艺。对，所以这妈妈真的很厉害，所以这是其中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苗栗的。
对，是苗栗的乡亲。对，你最远的客人来自于哪里？最远的客人台北吧。啊哈，专程下去苗栗。对对对。哇 ，OK， 很多也是来讨论客制化的。对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？像我们有一个，我们最大一笔的定制就是做了180本，所以它不是单一本，对，它是订很多量，停动豆本。它是一个建商，他盖了一栋大楼，然后只有180户。然后他那时候没有想到，我先举手一下，是苗栗吗？还是不是？他怎么那么用心？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它的封面是木板。哦。对，他就是做了雷射雕刻，然后内页都印好了，结果找不到人可以装订，台北找遍没有印刷厂可以做。没有装订厂可以，他怎么没有先确定装订之后才做那个设计？等一下，这个他怎么会先把设计都做完了之后，你怕有人要去中订，还没动起款？然后呢？最后终于找到，苗栗居然还有人会做这个，就手工书只有我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因为就是，所以你是帮他装订，对，就是帮他封面跟内页都设计好了，对，木板穿孔，内页穿孔，然后把它缝在一起。对，然后送给每一户，对，好算他有心啦，真的。它里面介绍的是周遭的店家环境，就是它不是纯粹介绍他们大楼有多赞的，所以它里面是不是书写的？它就是一个类似资讯的，对，就是他们的环境导览，也有笔记空间，就是让他们可以写下住在这里的那个体验过程。我必须说，黑公你那朵安勇改一本书哈，你还真舍不得丢，因为太漂亮了，挺精致哎，因为起到动盘的，黑公你请才那朵一本只是少改宽型啊，做到木马改样可能动普通改东西，有可能要起到阿不卡东西铁东，可能要去回收。不过黑公从跳讲去安做改一本动精致，而且黑公去给封面还是。雷射雕刻，而且是木板的，你就会觉得很精致，会舍不得这样子。对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韩星，什么那个粉丝的那个故事？还有就是，其实蛮多最新组，然后有些会有成立那个粉丝专业嘛，然后那种最大的粉丝专业，就是会来找我，就是帮所有的粉丝所有的信都收集到他那里。然后他再把它朝我做成一本书这样子。哦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是那个韩星第一次来台湾开演唱会，然后他就多久以前的事？可能3、4年前了。哦，蛮久了。对。然后特地到机场去接机，要把这本书送给他这样子。哇，所以那个粉丝他除了他自己很热情，他还要收集别的粉丝的资料，什么？对，然后休息回来，然后长摆通你走，然后你走后，可以讲那一寄送给那个韩星。对，而且不止一个，还觉得很多个，有也有中国的，也有日本的，也有台湾的艺人，各式各样的。粉丝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骄傲的应该是你哦，因为如果他们都是大明星，台高子维想到，他就是你改跳高子维起头讲啊 ，Kissing in 那朵是我做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我，只是里面内容是粉丝写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很特别，而且一做很多本吧，什么？哦，对他们有时候还会自己要收藏一本这样。我觉得了解台面上，你系讲优秀的安用改东西，真的要好好珍惜，因为这是出自于印画的手工，好不好？非常改辛苦，是不是还有什么 LV 手工书？对，我们也有帮企业定制，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员工训练，然后他们会需要在封面上刻他们的名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一本上面就会刻名。所以你拿到一本书，上面会有自己的名字，对，类似就是上面会有刻名字，对啊，除了他们的 logo， 然后也会刻。所以你现在讲的是那个精品的那个品牌吗 ？LV 他会做一本这样的东西，对，然后送给每个员工，对，然后找你，然后你有帮他们做，对，还可以选缝线的颜色。那书的内容是空白笔记本，所以他们每个 LV 的员工就会有一个空白笔记本，对，他们会有一个集训营。
然后会包下饭店一个大厅。对，然后他们是可以客制化，他可以选说我要裸背，然后蓝色的线。对，所以每个员工拿到会不一样。对。哇哦，这个很赞呢。那他们应该会很珍惜，因为上面还有自己名字。对，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哦，那我要报名。OK， 这是不是还有什么闯关？对，像我们还有办，就是除了客制化之外，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品牌是可以让大家把重要的事情留下来。那有些人不知道要写什么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所以我就开始举例说，我们可以让大家投稿，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重要的，会想要记录下来的事情，然后会想要不断的去闯关追逐。然后我今年的题目就叫闯关记。哦，对，然后投稿的其中一篇就是品味人生，所以这里面是就是笔记本，是对，然后给他一个题目叫品味人生，对，然后他是去品尝各种美食，这个投稿者，然后他觉得在吃东西的时候可以让他放下所有的烦恼，就可以专心在吃，然后也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这些食物。吃什么样的食物，他自己心灵或者身体会比较舒服，然后他全部都会记录下来。好棒哦！你看这些心得，对，一个手工书可以做这么多延伸。好，那手挑两笔又两本也是你的作品，所以听说这也是你客制化一个蛮大的挑战，是吗？对对，因为像这摸起来好舒服，这个好像泡棉哦，软软的。对，这个是你替一个餐厅对吗？对，它是一个下午茶店，然后他那时候也是特地来跟我说，找遍台湾没有人愿意帮他做想要软 QQ 的书。等一下，我今天冯文 Andy 盖印华得到很多讯息，都是找遍台湾找不到，最后这种真的太夸张，找遍台湾青岛，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封面。然后用气没有拱，它摸起来是布，然后它跟面一段软软，好像有泡棉的感觉。对，事实上这就是两件点的像一种感 menu， 对不对？像菜单。对，所以打开来虽然是空的，如果台高走针对自己的东西，可以塞自己想要改菜单落去，从吗？对，哦，所以这也算挑战。对，就是我真的是为了他研究这种新的材质。哇哦，好棒哦！好的，节目改追目，Andy有话快说哈，不可以想很久哦。好，立刻回答哦。请问一下，如果你能够选一个人交换日记，你会选谁？明星跟亲朋好友都可以。我会跟我爸妈。哇，好棒哦！那我爸妈也要写日记？对，其实我们家小时候就会互相写交换日记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访问的主题呀！好想知道爸妈写什么啊！好想问哦，好想延伸哦，想说，你爸那个写什么？你妈写什么？突然觉得好浪漫哦。好的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市集摆这些手工书，下大雷雨，你会绣书还是先穿雨衣？我会先把书盖起来。好，聪明。再来，如果说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魔法笔记本，上面写的愿望都会成真，你觉得那个定价你会收多少？哇，这就是一个科幻啊、奇幻的题目，可能就是自由且自由我觉得这答案很好。最后一题，请问你有没有日记被偷看的经验？很像有。就是写交换日记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故事可以简单说一下，就是原本是我和我同学，还有我弟，我们3个人在写。对。后来我爸偷看，然后自己就在上面留了一篇。然后那时候他很潮，他写 AV8D。对，我知道 AV8D， 对，宝宝好可爱。然后就是说。一个开头就是我要加入你们的交换日记了哦。我觉得怎么会节目夯到追妹长地公，敢不看遇到安龙嘛改故事，走得很延伸。这个故事竟然没聊到哇，太可惜了。不过今日东方影，你走在那度节目地，不知道台高的小改印度苗栗可以改俩手工书。谢谢你有机会再来分享新的作品。好，感谢，谢谢你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听听下来做人同了。好看福喜类的节目嘅乡亲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